因为那时候我们就三个没有嘛，一个是没有政府的预算，不拿政府预算；第二个是不拿企业的广告；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设付费墙。这个不设付费墙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啦，就是很冒险的决定。如果有人要捐钱给你，要订阅你，可是你又不设付费墙，那我为什么要付费呢？因为我都看得到嘛。你既然不设付费墙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存在就是它是很 open 的，它是很公共的。公共的意思就是你也是报道者的参与者。当你参与了好的内容，你会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，你会想让那些不一定能够付费的人，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可能弱势的人，他也同样有资源可以进来，因为你的支持，他也同样的可以看到这些内容。所以报道者这个公共性，其实也是这10年来你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一群人非常坚信公共的价值，他觉得新闻不应该是被买卖的，不应该是被交易的，新闻不应该只看点阅率，新闻应该是从事实出发，可以给出深刻的建议和看见。所以报道者的意义可能不是只是在报道者工作的这一群人，我觉得是一直长期支持我们的人相信公共的信念。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信念，可是敢做这件事，真的是很猛。很猛啊，可能就义无反顾吧。对，然后荣幸大哥创办的时候是50岁左右，那我加入的时候是40岁。其实40岁，人家说40而不惑，我是非常疑惑的。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新闻工作是不是还能够那么有理想，我们是不是就违背了我们过去的新闻信念？所以有一点是大胆的开疆辟土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废墟里面有没有可能开出一朵花？